回發無窮，黃海行感悟出題。各位朋友，今天想和大家好好聊一聊，什麼叫做回發無窮？這四個字聽起來好像有點玄，有點深，但其實一點都不複雜，就撞在我們每天的生活裏，吃飯喝茶的小事裏，也撞在為人處世的智慧裏。先說回這個字，它不是簡簡單單的回去、返回，而是一種循環，一種回應，一種來往。就像我們對別人好，別人也會對我們好。我們付出善意，生活就會回饋溫柔。我們用心對待一件事，這件事最終也會給我們滿滿的回報。這就是回的力量，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規律。就像春天播種，秋天收穫，像日出日落，潮漲潮退，從來不會偏差。再說法，這裏的法不是死板的規矩，不是讓人綁手綁腳的條文，而是方法，是道理，是萬事萬物運行的智慧。做人有做人的法，做事有做事的法，吃飯有吃飯的法，連好好生活都有屬於生活的法。這個法不玄虛，很接地氣，就是讓我們過得順心，過得踏實，過得有溫度的小竅門、大智慧。而無窮就更好理解了，這種回應的力量，這種生活的智慧是沒有盡頭、沒有邊界的。它不會因為一次兩次就消失，不會因為時間久了就失效。只要我們願意去做，願意去守，願意去用心，它就會一直陪伴住我們，綿綿不絕，生生不息。很多人覺得人生的道理要很複雜、很高深才算有用，其實恰恰相反，最有用的道理永遠藏在最平凡的日常裏。就像我們吃一頓飯，拿起筷子，好好吃飯，不浪費食物，珍惜眼前的一餐一食，這就是回法。我們對身邊的人多一份包容，少一份計較，多一份微笑，少一份脾氣，這也是回法。我們遇到困難不抱怨，遇到挫折不放棄，腳踏實地往前走，這更是回法。回法無窮，其實就是告訴大家，你怎樣對待世界，世界就會怎樣對待你。你心懷善意，身邊就充滿溫暖。你認真努力，生活就會慢慢變好。你尊重他人，自然也會被人尊重。這不是什麼神奇的魔法，而是最真實、最樸素的人間規律。我們每天都在和人來往，每天都在面對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有開心的，有煩惱的，有順利的，有坎坷的。有時候大家會覺得，為什麼我付出了沒有回報？為什麼我真心對人，卻得不到同樣的對待？其實不是沒有回報，而是回應從來都需要時間。就像種一棵樹，今天澆水，明天不會立刻開花結果，但只要堅持下去，歲月一定會給你滿樹陰涼，滿枝花果。回法無窮也是一種心態，不執着於一時的得失，不糾結於片刻的輸贏，不慌不忙，不卑不亢，用心做好自己該做的事，用心對待身邊每一個人，用心過好每一個當下。你會發現生活裏的美好、幸運、溫柔都會一點一點回到你身邊，綿延不絕，無窮無盡。再說到這朵蓮花，蓮花生於泥濘，卻潔淨美麗，不被污濁沾染。這也是回法的一種，無論身處什麼樣的環境，守住自己的本心，守住善良與溫柔，守住對生活的熱愛，最終一定會綻放屬於自己的美麗，收穫恬靜又通透的人生。我們一輩子都在追求幸福，追求圓滿，其實幸福從來不在遙遠的地方，不在別人的眼光裏，不在物質的堆疊裏，而在這回法無窮的智慧裏。你對生活多一分用心，生活就對你多一分溫柔；你對他人多一分寬容，人際就對你多一分順暢；你對自己多一分負責，人生就對你多一分厚愛。這份道理簡簡單單，人人都能懂，
人人都能做，不需要高深的學問，不需要驚人的能力，只需要一顆真誠的心，一雙願意行動的手，一份堅持下去的內心。回法無窮，是生活的禮物，是人生的指南。願大家都能明白這份簡單的智慧，在日常裏修煉自己，在來往裏收穫溫暖，在歲月裏迎來屬於自己的美好與圓滿。無論走到哪裏，無論經歷什麼，都能記住，你付出的一切善意與努力，終將以另一種方式加倍回到你身邊，綿綿無盡，永無窮期。我想和大家說，不用急，不用慌，好好做人，認真做事，心懷蓮花一般的純正，手握生活給予的力量，回法無窮，福氣自然常伴左右。這就是最樸實、最有用、最長久的人生道理。願大家都能記在心裏，落在行動上，過上溫柔順遂、充滿喜悅的日子。今次同大家講住咁多，喜歡我嘅影片，請俾個心心，加埋我嘅頻道，有新片會即刻通知你。拜拜。